是研潮的第3天。那今天我们的对象是初级的，然后初期的绘画。那我很高兴你们的参与在中间。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的语言潮，能够帮助大家，也帮助我，好，一同来学习。那咱kita读书啊，好，然后喊你今天都给大家住在这个大都会里面，说族语的机会比较少哈，通常都是国语说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的就会比较少。但我们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面，大家想说族语，因为族语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被认定为官方的语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把我们过去的母语族语再把它找回来。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语言潮里面能够帮助大家，也帮助我自己，我们自己一样也是在学习哈。那我们今天是上那个初级的那个课程，那是初级的绘画课程。然后今天定的那个题目是有关那个时间的问题啊，时间上，那我们是用那个好，如果在那个荧幕上你看到那个资料，好，你可以打那个点上那个图钉，然后就可以开启这个我这个资料可以看得到。好，这样可以吗？可以看到吗？可以，可以哈。可以。有没有人可以哈？对对，你点上那个图钉，然后他就可以看到啊。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可以讲一下，我就稍微再移动一下。好，那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时间了哈，那我讲一下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是没有时钟，也没有手表，所以我的阿嬷成为我们的时钟哈。有时候是那个在半夜啊，那个以前的时钟就是公鸡叫哈，咕咕阿萨咕哎呀，第一次可能老人家就会讲说，可能是12点多，大概1点的时间。好，叫了第2次，好，第3次，好，第4次，老人家就用这个方法来算时间，然后大概叫了2、3次，3、4次以后，就应该是早上哦4点左右。所以这个时间呢，然后老人家阿嬷就会叫我们起来，我都起床喽，起床了。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水龙头，起来了以后就是挑水的挑水，然后阿嬷叫我们是小时候是专门挑水的。那有的就要开始煮饭了，预备那个早餐，好，准备工具啦，工作。这个是以前的年代没有时钟的年代啊。再来就是住在那个火车旁边的住家，就用火车的鸣笛声。大家都知道，在几点钟的那个鸣笛声的时候，应该是4点钟，在我们那边大概是差不多4点了。然后人家就听到那个火车的声音，然后就会讲说：“哇，赶快起来了，已经几点了？”大家那个时候睡得正好早上4点5点。过去因为是农业的社会嘛，都是做农的，都需要很早起床，所以这就是过去没有时钟没有手表的时代。然后白天的话呢，用什么呢？影子，用影子有时候站在那个太阳底下看自己的影子。越接近中午的时候，那个人的影子越来越短大概11点了老人爸爸妈妈或是阿嬷就说可以去煮饭咯，可以煮饭了，煮中餐过去在外面工作都是在野外一起煮饭煮菜随地采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时间的
过去没有手表时间的那个来看时间，不像现在我们就有手表，你就才会看说现在几点钟。比那嘟咕嘟叽，什么滴呢？比那爱嘟咕嘟叽就会算时间。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那个我们今天的那个题目，就是比那的问题。那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地区的关系会有不一样，那你可以用你熟悉的你的语言，好，或者你的部落，好，你的熟悉的方法来说哈。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就来回答。我们也可以用书写的方法哈。像第一个一问一答的方法，就是我们试着试看看，然后你能说你能写，你就尽量写在，我们就写在那个讯息栏里面，讯息栏那边，然后你就可以写上我们今天要说的那个问题哈。然后好，那萨克兹再好，我们开始哦。第一个一问一答的第一个题目，我们是在讲说比那古杜基，我也列在下面，因为我们会问到杜基，好，就是这是日语的那个翻译哈。那有的地区像修固兰啊，时间叫做尾系，那尾系是水字号，水字。那为什么会把水字称为时？因为那个水字移动的那个动作，就是像那个时钟在跳动的，所以我们会叫做尾系时钟。比那爱古一些伊马蒂尼啊，那有的地区都用赌记哦，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用你熟悉的那个语言来表达你的时间的观念哈。好，这个是在你萨达邦都给大家好，好，那你用你的方法来说，像第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以那爱古都基说马兰南早餐哦，是早餐的时间哈。比那爱古都基说马兰南，或者是说比那爱古一些说马兰南，你几点钟吃早餐？那我这里写说，好，你就可以仿照我的这个方法写说，比多爱古都基嘎古马兰南，我是7点钟吃早餐，好，这样子写。那希望每一个学员或者是老师比较会写的，好，可以先写上去，然后我们就看你写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然后那有的不太会写或是不太会说，我们就看看别人写，然后页后面你应该就可以写着写，好，可以吗？好，那能不能打好？我们试看看哈。第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吃早餐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很早那有的会比较晚一点，有的是早午餐一起。所以好，那能不能来写在那个右下角那边讯息栏里面，你就写Bina ai kutuki kisu maranam， 然后你就写你的时间哈，时间写上去，写完以后书面写上你的中文意思哈。我7点钟吃早餐，因为我是7点，好，你就写上去说我7点钟吃早餐。那我们怎样主要是这样子，是让大家练习说跟写，顺便来练习来说跟写。你写完了以后，你可能稍微念一下你刚刚你写的。好，等他们打好可以吗？好，每一个人都写哈，尽量写。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在讯息栏里面。好，你就可以开始写。你几点？我们第一个题目是你几点钟吃早餐哈？几点钟？比那爱古维西或者是读记技术ranam。然后在写的时候，那如果有其他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发问或者是来说。好，有那个起先，好，你先念来，起先你念你的那个你
你的答案来。Nai hao xì xì. Ai ngái hô. Enam kutuki kaku amaranam. 好，enam kutuki kaku amaranam 哈。那因为现在我要讲是说 bina ai 哈，所以你可以在前面是 enamai 好6点钟哈，后面加一个 ay 哈 bina ai， 那你就要写 enamai kutuki kaku amaranam 这样子哈。好，你可以再稍微修正一下，你写订正，把时间写 enam 这样子，我就知道你已经订正了哈。好，看到韩娜，好，siwa kutuki kaku amaranam，siwa kutuki kaku amaranam， 好，9点钟，好，其实因为我前面写 bina kutuki 哈，所以你们都会写说 siwa kutuki siwa kutuki kaku amaranam 也可以啊，曲线对不起，你那个 enam 也可以这样子写哈。好，韩娜好，你念一下你的答案来。Bina ai kutuki amaranam kiso. Siwa kutuki kaku amaranam. 还爱多，还这样可以哈，这样写就对了哈。好，每个学员练习写，然后顺便说，谢谢韩娜。来，谢谢。爱，好，看到那个。我看到那个，还有谁？好，还有同学，还有那个姐妹、弟兄姐妹，卡里嘎嘎，好，嘎嘎一些，好，写你的答案，好，书写不是应该用你。好，伟君好，看到那个好，美玲好，美玲还首先呢，你念一下你的那个答案来。好，faluai kutuki maranam kaku。好，也可以哈，他把kaku放在后面哈，faluai kutuki maranam kaku 也可以，好，这样也可以哈，按照你的习惯哈，8点钟吃早餐，好。很好，好，起码阿扎好，起法利奥斯好，法利奥斯好，法利奥斯老先，嗨，老师你好。嗨，你好。Faluai kutuki kaku amaranam。哦，8点钟哈，好，最正常的时间哈。Faluai kutuki 8点钟，kaku amaranam 好，很好，很好，好。智慧来，首先跟你第一单你说。Siwa kutuki kaku amaranam kaku。我那个 tuki 多了 ng。tuki tuki 对哈 tuki。错了。好，没关系，修正一下就好。Siwa kutuki amaranam kaku。好，仿扎好，很好，好，把那个 tuki 修正一下就可以哈。好，几梁好，梁马安，好的，其实马上跟你说首先跟你说，因为你没有写中文自己翻译一下来。那个，我那个5点吃早餐。好，5点要说。没有6点，对不起。6点哈，对嘛，好，首先念看看来，首先enamai kutuki kaku maranam。好，你是那个老师哈，梁老师。不是，我不是老师，不是啊。好，enamai 是6点钟，kutuki 好，kaku amaranam 6点钟吃早餐，很早呢哈。哇，好，谢谢，这样可以。谢谢。好，imik，好，首先是本个农民说，嗨，Faluai kutuki maranam kaku，我8点吃早餐。
好，我8点好。Follow I kutuki kaku 啊，maranam 好，你这样子哈，我8点钟吃早餐，好，很好哦，好，念得很好哈，好，好，下一个来，很好，这宋恩，好 ，Kisuto， Hai, puro ai kutuki kaku amaranam. 部落哦，部落 Puro 爱，几点钟10 ？10点哈，那我们10点钟啊，不能讲部落爱，部落我们数数的时候就要说部落好。 puro 那我们10点钟要说莫德拜，还莫德， amotep 还会不会拼莫德？好 mot ，10点钟，莫德，看谁？哎，有人写了，韩娜已经写在下面哈，你看莫德，好，你给他改号。好，10点钟我们要说莫德拜古杜吉卡古阿玛拉南。apa na yung puro? 部落是我们数数的时候就要说只在杜萨杜洛，好，西瓦部落，我们数数要说部落。可是还好，然后我们说第10点钟，地上好不好？我们都要可以吗？都要说先掌为我洗个澡。好，好，我们都要说是好，我的拜喊好，好，你改一下，好，已经有人写了，在下面写我的好，好，谢谢你，很好哦，好，加油，再练习念哈，好，再来，我看到那个嘎造的，好，嘎造，希望爱古都啊，嘎造你要念呐，你先念，然后再说中文，嘎造，黄嘎造。好，那我帮他念好了哈。希望爱古都基啊马拉南嘎哥啊，希望爱是9点钟。他说我9点钟吃早餐，好，他们就比较晚一点吃哦。好，再来这个是inju 谈了谈，好 inju 来换你咯。首先跟人第二三米说。Siwaai lagu pankyu kutuki kaku amaranam。好，马兰纳，好，很好哦。你看他，我们现在写到一个bangu是半，哈，9点半，好，他中文没有写哈，你要说9点半我吃早餐，就是我早上9点半吃早餐。Siwaai iraku bangu，好，希望爱9点，伊拉古邦救就是邦救是一半的意思，就是30分，9点30分。好，我们现在学到多了一个新的字哦，邦救，好，好，大家不会还不知道9点半要怎么说，就是邦救，好，很好，好 ，in 救，哈，谢谢你，好，好，苏贤，嗨。嗨，技术多好，要念吗？嗨。Safau dosa kutuki kata malanan。哇，很晚了，早午餐了嘛？好，他是12点，早午餐那12点呢。好，Safau dosa 12点。如果我要加中午，可以加中午12点怎么加？中午因为你那是早午餐，usagalaho那你也可以说早午餐啊。不弄很多sagalaho 跟中午一起吃好 safau dosa kutuki kaku malahok atau maranam 中餐跟早餐一起好可以这样说好谢谢好你看有多一个中午跟早餐的哈好谢谢苏贤好再来好，韩娜把那个已经木的好已经写出来哈，是这样10点哈，木的读给木的拜读给，好，连美老师好，陈连美说的，嗨，baru ai kutuki kaku amaranam，我8点吃早餐。米兰纳吗？还是马兰纳？马兰纳哦，这个写错了，那个马兰纳。马兰纳哈，好，再麻烦你改一下，对你写8很好哦。Baru ai kutuki kaku amaranam，好，咪改为妈就好了。好，谢谢你。好，再来几
美华，美华，马兰，美华，你是中文呢？我怎么说哈？好，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写？他说早上5点，晚上5点怎么说？好，那我先说哈。早上5点是 lima ai tuki tu safak lima ai tuki safak 是早上safak lima ai tuki tu safak。好，那晚上呢 ？lima ai tuki tu la kalafian 是傍晚哈 kalafian 傍晚好，因为5点钟还不是晚上嘛，然后傍晚的时间 kalafian 含。好，有人不可以帮他写吗？嘎拉菲安，美花，你会写吗？你可以写吗？不会，不会哈。好，你知道有人很会写，韩娜来写一下。5点，早上5点，还有晚上5点。好，麻烦写，让他看一下哈。好，看到2，好。Mutabai kutuki kako amaranam 刚刚是更正的吗？好 ，mutabai 10点钟，好，这个对哈，10点钟吃早餐。好，看到连美改了哈 ，maranam 好，很好，好，那已经写了 lima ai tuki tu safak 早上5点钟，好 ，lima ai kutuki papa jam 可以吗？可以，好。因为地区都讲爸爸正早上，好，可以，爸爸正也可以，哈，safak 也可以，好，看你地区，你习惯用语，很好，谢谢你 ，Valios。好，再来 ，Kalafian， 好，就是傍晚，好 ，Kalafian 都傍晚的时刻，好 ，lima ai tuki i Kalafian， 好，很好，好，那谢谢，好，这是傍晚，哈，好。这写的都差不多哈，那我们现在要讲到中餐哦。好，中餐要说，我弄上去，好，这样有看到吗？哈，不是很清楚。好，中餐我先拉下来一点点，让你看到。好，中午中餐要说马拉霍克，还马拉霍克看到的哈。好，这边马拉霍中餐，好。Bina ai tuki， 我现在一样的题目哦，好，练习写哈。Bina ai kutuki Bina ai kutuki kisu malahok maranam 改为 malahok。你中餐你几点钟吃中餐？好，试看看。好，大家写哦。好，你中餐哦，malahok。Bina ai kutuki kisu malahok， 好，你中午几点钟吃午餐 ？malahok， 好，现在是 malahok 哦。好，大家写哈，苏显写 lima ai tuki tu safak 早上5点钟 ，lima ai tuki tu kalafian， 好，很好，所以谢谢苏显，好，现在是中餐哦，等他们试看看哈，我中午几点钟吃饭 ？Bina ai tuki malahok kisu， 对 ，Bina ai tuki 不是 tu 哈 ，Bina ai tuki malahok kisu 也可以，很好，可以这样说。Bina ai tuki 好2。西写了哈 ，safau tusa ai kutuki kako malahok safau tusa ai， 哎，还是要说 safau tusa ai kutuki kako malahok 可以哈 safau， 因为我们写 bina ai 嘛哈 ，safau tusa ai 12点钟吃中餐，好。好，2西，谢谢你。好，爱多。好，再来 ，Valios 是吗？好，我12点半吃早餐。这个，好
12点半吃早餐。好，这个写，哎，没有写中文哦，没有写阿美语哦。12点半吃早餐。好，法里有写 Muktab iraku dusa Muktab iraku dusa。好，中文是什么意思？古都基嘎古阿马拉霍，12点了哦，12点不能，很像Muktab iraku dusa，很像不是这样说。好，11以后，撒包子在，还要前面加一个撒包子在，那12点呢？撒包堵萨，还对了，很好。很好，那你那个Muktab iraku dusa改为撒包堵萨，还谢谢，好，打错了，好，很好，好，还有，然后吃中餐吃到，好，起先沙包堵路，沙包堵你是用那个24小时的那个什么沙包堵路，沙包，等一下我看一下，沙包堵路。古都基嘎古啊马拉霍是下午的时间13点，也就是说下午的1点钟号，是不是？起先，本来好说你的意思还好，很好，1点钟好。沙包读它是用下午的时间13点，来只在，好，很好，谢谢。好，江一兰，沙包读沙埃古嘎拉霍干努马古，好。沙包杜沙埃，等一下我到哪里了？好，等一下哈。好，沙包杜沙埃古嘎拉好干努马古，在沙包杜沙埃12点，嘎拉好干努马古，好，吃饭的时间，嘎拉好干是吃饭的时间，好，是不是？嘎拉好干吃中餐的时间哈。中餐的时候，在12点钟吃饭的时间，我的好，他意思说我的吃饭的时间是在12点钟。好，江一兰，意思是吗？好，然后都好，嗨，好，谢谢你哈，谢谢。好，12点钟，嘎拉好干，它这个又不一样哈，跟我们写嘎拉好不一样哈。好，再来你那个是 enjoy 还是怎么念呢？那个英文名字还是英文的还是 enjoy 还是 enjoy？ 好，谈哈，好，好，首先个你第二三我们说enjoy， 我怎么我念的对不对啊？你的名字enjoy。9是吗？对怎么念你的名字？再讲一次。写念啊就可以了。好，我懂。首先你念看看你写的，你要不要念你写的？沙发杜沙埃伊拉古班鸠古杜基嘎古阿马拉霍。好，几点钟吃中餐？12点半。还很好哈，12点半。好，他说沙发杜沙埃伊拉古班鸠是半，好，12点半。沙发杜沙埃伊拉古班鸠就是12点半。好，时间古杜基，好，嘎古阿马拉霍，我吃饭。好，我吃饭的时间是在12点半。好，很好。好，伊米，嗨，技术多，首先，好，自在爱多拉后古多基阿马拉后嘎过，我中午1点吃午餐。好，自在爱多拉后，好，你是应该是说下午哈，下午，你多拉后，你是写是下午的时间的意思，是不是？对。好，那我们应该要这样说，自在爱多。嘎拉好干，英文说好干，前面加一个下午的时间，嘎拉好干，古都基阿拉好嘎古，
自在爱过加拉好干多过多基啊马拉好加过。还我下午1点钟哈，自在呀多给多嘎拉好干，嘎拉好干要放在后面哈，多好，自在呀多给多嘎拉好干啊马拉好嘎过，下午1点钟好吃午餐，好，你看每个人写的不一样哈，好，就学习，谢谢你们，很好，好，法里又是更正哈，Safau tu saai kutuki kako啊马拉好，好，我中午12点吃饭，好，很好，法里又谢谢你，好，再来哦，下一个来，请努古尔，嗨，好，对，好，你念看看，好的，好。Safau tu sa irako pangkiu a malahok kako。好，中文是。我12点半吃午餐。哎，很好，对了哈，很好。Safau tu sa irako pangkiu 12点半啊，马拉好，我吃饭，好，很好，好，谢谢美玲，好，谢谢老师。好，杜翠云，哎，你的名，我听你的声音我很熟悉呢。我知道啊，对，我是那个。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好，翠云来。Anda, nama ni so. Safau tu saai ko toki kako a malahok。很好 ，malahok， 好，很好哦。好，这意思是，我中午12点吃午餐。好，很好。Safau tu saai 12点，好，12点我吃中餐，很好哈，12点吃中餐。好，对了，很好。好，其实都我看下面那个是 gasat， 好 gasat， 好，有。好，首先看看 Safau tu saai ko toki kako a malahok。中文是我中午12点吃午餐。对，好，我中午好12点吃午餐，好，很好，好，再来，好，Safau 美玲好，Safau tu sa irako pangkiu malahok kako，好，对啊，我12点半吃午餐，好，可以，谢谢美玲，好，再来，好，有人再问了，好，就说我看一下，我不吃午餐怎么说？好，有没有人会说我不吃午餐？好，试看看，请妈妈von来讲看看。在爱嘎拉好嘎锅，对，在爱是不会，嘎拉好是吃饭，然后我们说拉好是中餐嘛，嘎拉好中午餐，我不吃午餐，在爱嘎拉好嘎锅。好，刚刚那个韩娜说的哈。好，这样知道了吗？智慧。知道。那的好，在爱嘎拉好嘎锅，多嘎拉好干，可以这样说哈。好，有人可以写吗？在爱嘎拉好嘎锅，多嘎拉好干。我不吃中午我不吃午餐，中午我不吃午餐哈。好，智慧可以吗？有听到了哈？在爱嘎拉好嘎锅，多嘎拉好干。收到。好，谢谢。好，希望你写到这一句哈。好，连美来，好试看看，来连美念看看你的。Safau tu saai irako pangkiu ku tuki malahok kako。好，标准，好，这意思是我12点半吃午餐。对，好，你写的很对哈，我12点子，Safau tu saai 12点 ，irako pangkiu 就是半，哈，12点半的时间 ，tuki malahok kako 我吃饭，好，很好，谢谢连梅，好，再来，再来一个是，好，翠云是杜翠云是 Safau， 好。翠云来念一下你的午餐时间。
Safau tu saai ku tuki kaku amalahok。好，很好，很有感情呢，哈。Safau tu saai ku tuki kaku amalahok，好，很有那个情感哈。12点钟我吃饭，好，谢谢翠云。好，再来，好，那个美华在说12点35分要怎么说？好，12点35分，好，有没有人说看看12点35分哦？一定有。Safau tusa ilaku tulu puluh ilaku 5 hun。啊分，没错，我们叫分叫分，也直接就用分了哈。好，分混还有绑扎，你要叫分也可以哈。Safau tusa iraku tulu puluh iraku 5分，要啊哦，老师。还要啊了，比较那分。好，谢谢。Safau tusa iraku tulu puluh iraku 5分，好，12点35分。好，谢谢。老师分怎么拼？分 F 分 FON 混 分呢 F 那个 FEN 分 EN 吗？不是混分，你就念分就好了。中文就直接把中文写这样分。哦，好分，好，那写一下，谢谢你，很好呢，伊拉个你还好，好那anu mazahil lahok satu kaku， 好，好那写一下，慢上来古音中文怎么说？肚子饿了就会去吃饭。哦 mazahil anu 是如果 mazahil 是肚子饿，如果 mazahil 如果肚子饿。对，就会去吃中餐。然后satu就这样吃了，satu好，然后satu就吃了哈，我就吃了，好这样写哈。anu mazahil， 然后satu kaku这样子，我肚子饿了就自然就去吃。好，谢谢韩娜。好，再来婉倩哈，婉倩，在爱嘎拉好嘎哥。什么意思？在爱嘎拉好嘎哥，在爱嘎拉好嘎哥，婉倩，减肥哈。我不吃午餐。一直都是不吃午饭。好，谢谢啊，在爱嘎拉好嘎哥啊，他是写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哈，很好，你写的很对哦。我不吃午餐。好，再来。陈维，还有陈维威还是维威？陈威，好，在爱嘎苏勒嘎过，好，又写一个新的词哦，苏勒，好，什么意思？来，陈维，你说一下，在爱嘎苏勒嘎过，陈维还是好，在爱嘎苏勒，苏勒是2，我们应该是那个修古兰的话哈，苏勒。在爱不饿，我就是我不饿的意思，跟那个扎黑一样，在爱个扎黑嘎锅。好，那修过来是在爱个苏勒，还是我们光复的话，好，苏勒是饿的意思哈。我们又写到一个字哈，苏勒就是饿，我不饿的意思，在爱个苏勒嘎锅，我不饿。好，再下一个哦。好，看到书写的哈，在爱嘎拉好嘎锅都嘎拉好干，好韩娜，中午都不吃啊，在爱嘎拉好嘎锅都嘎拉好干，好，你是写刚前面的那个哈，我中午不吃中餐，好，谢谢韩娜，谢谢你。好，那个法利奥斯，在爱好，也可以说猪啊，好，这个应该是好猪啊嘎拉好嘎锅。
猪啊也意思也说在爱的意思，不会不吃的意思不。猪啊嘎拉好嘎锅都嘎拉好干，好很好。这是地区的话哈，猪啊不吃的意思不吃中餐，我中午不吃中餐哈，猪啊好又写到一个哦，哦不一样的我们要写哈，不同地区它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就来学习，这就是我们阿美族语的美丽的地方哈。猪啊好就是不的意思，好再下一个苏贤哦，好，苏贤有空念吗？哦，可以啊。好，Safau tu saai tu saai kutuki malanam atu malahok gaku。哦，好，谢谢你刚才你讲的哈，就是我中午12点是吃早午餐，他是中午早上不吃，中午才吃，就是早餐跟中餐一起吃，好，可以这样写哈，像他这样哈 ，Safau tu saai kutuki malanam atu malahok gaku。早餐跟中餐一起吃，好，谢谢苏贤。那个就可以请教老师吗？就是那个嘎咕是可以放在马拉嫩多马拉后前面跟后面都行。都行，都可以。好 ，Safau tu saai atuki嘎咕也可以在这边好，嘎咕maranam atau malahok也可以这样说。好，那你要放在后面也可以。好，这个都可以，看你习惯好，习惯要怎么？好，谢老师。好，都可以，好，谢谢你的。好，再来，好，看到婉倩写分，好，分写的话就是这样分 FEN， 好，梁又写了哈 ，Safau tu sa ira ku tulu polo ira ku lima 分。古都基嘎古马拉后，好，你刚刚讲的12点35分，好，完整的写法哈，很好，他写出来了哈。你好 ，Safau tu sa ira ku tulu polo 30古ira ku lima 有5分古都基嘎古马拉后，好，我们写那个有时候说35，我们都会说 tulu polo。有5，就后面加一个伊拉古里玛。好，譬如说我写说42的话，我就会说什么？42。好，所以可以说18伊拉好，18波罗对，伊拉古杜萨对哈，就这样说。后面加有2 ，40有2。好。就像它35有5，前面加一个伊拉古这样子哈。我们练习，因为有时候有数字，有时候有的人不太会说。好，譬如说53要怎么说？53，里玛波罗50，伊拉古有3，伊拉古多路，里玛波罗伊拉古多路就是53。好，就是这样子。我们念数字的时候是这样说。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先休息一下。好，休息个，我们大概55分。好，现在是52分嘛，哈。不对，47分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喝水。等一下我们55分再进来。好，休息一下，谢谢你们。好，休息一下。谢谢，好，谢谢星系，好，谢谢你们。阿赖星系，好，bahan kita hau misi menanam. Tuki tu kalafian kaku malafi。可是你写的不是这样呢？我写的不是这样不对，我的在这边。Enamai iraku panggil ku tuki malafi kaku。好，malafi kaku。好，对，他说我6点半吃晚餐。好，malafi，然后很好，malafi。好，谢谢连美。好，然后我看一下，好像还有，好，梁，好。Enamai iraku panggil ku tuki
读咖喱饭嘎古阿马拉菲。好，后面你跟一下嘎拉菲案。嘎拉菲案。对，嘎拉菲案嘎古阿马拉菲，嘎拉菲案是傍晚哈。好，6 mai iraku panggil 6点半，6 mai iraku panggil 6点半。Kutuki 时间，读嘎拉菲案是读嘎拉菲案是傍晚哈。嘎古啊马拉菲，好，你加了一个傍晚哈。嘎拉菲案嘎古啊马拉菲，你其实你说嘎拉菲案是晚上的意思哈。嘎拉菲案晚上，我晚上6点半。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刚刚就是看上面别人，所以是傍晚嘛？啊，傍晚嘎拉菲安，对，我是傍晚的6点半吃晚餐，好，很好，好。老师，那晚上怎么讲？晚上啊，嘎拉菲安就吃饭的时间都是嘎拉菲安啊，嘎拉菲安我们吃饭的时间差不多6、7点都还是嘎拉菲，晚上的话我们就说拉拉亚。那就应该大概是已经是应该比较晚，对，比较晚一点，因为我们吃晚餐的时间应该都是傍晚嘛，6点左右，6、7点，我们都会说嘎拉菲安，就是渐暗了那个时段叫嘎拉菲安，嘎拉菲安就是天气渐渐暗下来，暗了那一段时间就是傍晚的时刻，然后全黑了就撒撒亚，就是晚上撒撒亚多好。好，晚上几点？好，谢谢苏贤的提问哈。好，再来一米，好。Hai. Tanaman asipan. 6 mai iraku panggil kutuki amalafi gaku。好，很好，很好哈。我6点半吃晚餐。我6点半吃晚餐哈。6 mai iraku panggil， 好，6点半。好，kutuki 时间啊，malafi gaku 我吃晚餐，所以说我6点半吃晚餐。好，很好。好，再来哦。好，沙亚晚上哈。好，再来下一个。好，他说。老师，拉萨亚跟拉菲伊的差别。好，拉萨亚是晚上嘛，拉菲伊是应该是就是半夜读拉菲伊半夜了哈，应该是比那个晚上还更晚，差不多12点左右的话，我们就叫拉菲伊读拉菲伊。不知道别的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意见？好，就是说。拉菲伊跟那个沙沙亚，好，沙沙亚应该是晚上，拉菲伊是大概是半夜了哈。读拉菲伊，我的理解啦。好，有没有别的老师可以说一下拉菲伊跟沙沙亚？好，是啦，巴吉拉哈。我的解释是这样了，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吗？拉菲伊可以，谢谢老师。好，可以哈，也好，跟拉菲伊好，谢谢。深夜或是很晚，对嘛？对，比较晚，就是12点左右以后都是拉菲伊多，好，拉菲伊多就是半夜了。好，下一个来，好。那个东英雅16东英雅哈，好，东兴雅，对不起，好，东兴雅，好，你的声音好，你念看看来，东兴雅，新雅，好。6 mai kutuki amalafi gaku。耶，很棒的小朋友呢。好，同学几岁？9岁。9岁，哇，你3年级啊？是4年级。4年级，哇，很棒哦，你念得很好呢。好，什么意思？你念的什么意思？我6点吃晚餐。吃晚餐，哇，很棒哦，很棒呢，你念得很好。好，谢谢你。阿赖，很好。好厉害哦！
是哈，9岁呢，哎，太厉害了，你的小朋友。好，还不别按讲，我说你的小孩可以教他讲。那么力量。哎耶啊，晒着了呢，你看娃娃都很厉害的。好，再来哟，早安，好，早安好，嘎拉菲嘎哥还没有吃。好，早安好，好，前面加一个早安好的话就是还没有的意思哈。早安好，还没有，嘎拉菲嘎哥吃饭，我晚餐还没吃。我还没有吃晚餐，好，可以这样说。早安好，嘎拉菲嘎哥，我还没有。好的话就是还没有的意思。好，谢谢，这个是纪淑贤，好，谢谢淑贤。好，再来这个江玉兰，好，把他们的秘书来念一下。Ibitu ilaku dosa puluh ilaku 5分。嘎拉菲努马过，很好，很好哦，标准哈。以比度爱，好，最好是比度爱。以比度爱伊拉古杜萨波洛，以比度爱伊拉古杜萨波洛伊拉古里马，好，25分。古嘎拉菲努马过，我吃晚餐的时间是7点25分，好。好，这样了解哈，很好，谢谢你，你写得很好，好，谢谢，也念得很标准，谢谢。好，还有吗？我看一下。好，很多人称赞，好棒哦，这样子哈，小朋友，很多人称赞你哦，好棒哦。好，那个梁希。希望爱过多基多达达亚嘎过阿马拉菲。很好，希望爱过多好的意思是我中文哦。我晚上9点吃晚餐。很好，希望爱过多基9点钟，都达达亚晚上哈，晚上嘎过阿马拉菲晚餐，我晚上9点钟吃晚餐，很好。写得很好，很标准哈，谢谢。好，再来哦。好，我看一下，再来，没有了哈。好，那我们晚餐的那个题目写到这里，接着我们就要说起床哈，起床哦。好，晚上来起床。鲁姆瓦多沙发，鲁姆瓦是起床。其实是早上起床哈，鲁姆瓦杜沙发7点钟，宾拉埃古多基苏鲁姆瓦杜沙发，题目是这样说，跟那个前面这个题目哈，宾拉埃我先把拉下来哈，宾拉埃古多基苏后面就要写起床好，写到鲁姆瓦杜沙发。你几点钟起床？宾埃古杜基苏鲁姆瓦杜沙发，你几点钟起床？好，写写看哦。好，写写看哦。好，顺便说哈，你念的，你写的，然后顺便念。我早上就要写说，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说，enam古杜基嘎古鲁姆瓦杜发，好，这样子。enam古杜基嘎古鲁姆瓦杜沙发，好，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这样写。那你呢？你是几点钟起床？然后顺便写一下，然后练习说你写的。好，等他们好。早上有的人很早就起床了，上班了；有的人4点就起来了，就准备工作了。还有的人可以睡到自然醒。好，谢谢。我看到那个谁。好，有人写好，等一下哈。希望爱这个是上面的。好，张庭宇，
好，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好，好，齐先哈，好，齐先来，你念一下你的。Lima ai ku tuki kaku alumuwas tu lafak。lafak 哈，lima ai ku tuki 是几点钟？lima ai ku tuki 是几啊？5点。5点，嗨，对，很好，5点钟起床哈。lima ai ku tuki 啊，lumuwas，好，很好，等一下哈，还有好，那个郭子琪在问，好，他说请问 lafak 应该是 lafak 哈，你写的 lafak 跟爸爸正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好，谢谢你问哈。我们有的地方写 lafak 早上，有的写爸爸正，那你就写爸爸正。lima ai ku tuki kaku lumuwas tu 什么爸爸正早上。好，爸爸正，好，你就可以写爸爸正有的地区写 lafak 你就写 lafak。好，谢谢那个子琪在问的哈，谢谢你。好，看你的习惯或是你的部落怎么说。好，谢谢。我再看一下还有谁。好，婷比多爱古都记，怡婷哈，怡婷8点10分那个怡婷。刚刚是比多爱，刚刚好，睡到自然醒哈。等一下我先看看上面，我的电脑好，齐先的lima ai ku tuki 这个好了哈，齐先也说完了哈，有没有漏掉哈？等一下，对哈，谢谢。好，杜翠云是 lima ai tuki， 杜翠云。Bidu ai ku tuki kaku alumuwas， 我7点起床。好，很好，很标准哈，写的也对哈，很好。7点钟 Bidu ai ku tuki， 好，7点钟 kaku alumuwas。是拼是不是有拼 PI 拼错了。Bidu ai ku tuki kaku alumuwas 没有错啊，比度爱，它的比度对对对哈，对对对，你写哈，好那个 B I 写 I 哦，比度好，翠云改一下哈，比度爱的眼睛有点那个，比度爱古度给比度改一下，不是不度，好再来，Bidu ai ku tuki alumuwas tu lafak。好，很好你是那个新芽哈，是吗？耶，好棒，好厉害，这个小朋友哈。阿赖，很好啊。Bidu ai ku tuki 7点钟lumuwas 起床 tu lafak kaku 早上，好，很好，新芽，好棒的小孩子哈。7点钟起床，哇，就要上学了哈。好，很好，念得很好。好，再来下一个咯。我的电脑一直调。好 ，Inju Inju 来，换你来。Inju。Namai ilaku 50 ko tuki kaku alumuwas tu lafak。好，很好，6点50分，好，哇 ，Namai ilaku 50，好 ，ilaku 50，分，kutuki kaku lumuwas tu lafak，很好，6点50哈，50分，好，很好，谢谢 Inju。还有谁？等一下哈。刚刚有漏掉吗？
好，美玲的来，美玲 Nukar。Nukul， 对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么大，茉莉花，海的，好，你念看看。海。Maapat kako to rafak a lumuwas。啊，maapat， 好，你说中文。我早上晚起床。啊，我。Ada apat piso。Karena reply to lumuwas how。maapat itu。好。maapat 就是我们说晚了哈 maapat 迟到或者是很晚啊 maapat 晚起哈 maapat kako 好 maapat kako tu rafak 早上啊 lumuwas 起床啊他写 maapat kako 我晚一点好迟到我们说 maapat 也可以说迟到也在我们起床说晚一点晚起哈好很好谢谢你好有没有漏掉啊 imig 我刚有讲的吗你的还没有还没有好技术都还没有好嘛超越好来技术还比度爱古杜基嘎古我是写什么我看一下比度爱古杜基啊鲁摩瓦杜爸爸真嘎古我7点起床很好好旁边有人在帮你那个哈就是刚刚的东兴雅东兴雅很好呢母女一起来学习哈很棒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孩子一起来学好他说比多爱古杜基7点钟鲁姆瓦起床好杜爸爸正早上卡古我好就是说我早上7点钟起床很好一密好，有东兴雅在旁边哈，太好，谢谢，好，苏贤，换你了，苏贤，本来。Begitu aku bangun lumuwas tu rafak aku， 我早上7点半起床。好，很好，谢谢，这写的很好哈。Begitu aku panggil 7点半。好 kutuki 时间哦 lumuwas kaku lumuwas 起床 tu rafak 早上起床 kaku 我早上7点钟起床好很好好还有几梁Mai itrako panggil ko toki kaku lumuwas tu 好很好再念一次哈 Mai Iraku panggil 可以一口气这个好6点半来 Enamai Iraku panggil Enamai Iraku panggil Kutuki Kaku lumuwas Kaku lumuwas Rafak 早上好 lumuwas 那个声音 was lumuwas 还好 lumuwas 起床哈好很好很好哦好要多念我早上6点半起床是好很好很好好有一个人说一只羊啦好来一只羊希望爱古杜基阿鲁姆瓦杜拉法嘎古好很好意思是中文我早上9点起床希望好你刚讲那个傻发好念标准一点是傻发不是拉傻发对傻发好我们就要练习念标准一点不是拉发傻发好很好哦我们要多说哈多说好我们才会有进步好谢谢你6点钟起床然后看好像还有好来好记 Valios 来技术多来Bidua kutuki kaku lumuwas tu papacepacem tu 八八是每早上是吗
嗨，还好，好，你说一下你的中文来。我每个早上都7点起床。好，很好。好，我们又写到一个，后面他还写一个。我们说早上叫巴巴正，对不对？它前面一个加了一个巴，巴巴之巴正，它是重叠音，就是每早晨每个早上它都是7点钟起床。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又多一个学习一个每早晨叫巴巴之巴正，每早上每个早上。好，如果是我们像说的沙发的话，我们说都沙发，每个早上都沙发。好，好，这是地区的不一样。好，很好，谢谢法利欧斯。好，再来婉倩。好，其实都好。Berdoa ila kumutub afan kutuki kaku arumuas tu papazem。很好，好标准了。好，中文。我早上7点10分起床。很好哈。Berdoa ila kumutub afan，好，mutub 10，好，kutuki 时间，kaku arumuas 我起床，好。都爸爸正早上，好，很好哦，好，可以这样念哈，很好。我的好10，好，再来看看一下还有谁。好，江一兰，好，其实多，等他们。Awal itu maalaw ako sisi. 好。Sinaw anini kurumiat mili magkaku iulay manaay malumuat. 那发扎多好，保鲜那个好。你念吗？你念的。天气太冷，我躲在棉被里面。好嘞。Sinaw，好，你念看看。Sinaw kulumiat milimag kagoy ulay manaay lumuat。不想起床。好，Sinaw kulumiat 就是天气很冷。Sinaw 是冷 ，Kulumiat 天气很冷。Milimag 是躲起来哈，躲在ulay棉被。Milimag kago iulay 我躲在棉被。Manaay 是不要的意思。好 ，Manaay lumuat 不想起床。好 ，Manaay lumuat 不想起床。天气太冷了哈，没有上班可以了哈，就躲在棉被里面，早上不要起来。这几天真的是很冷，我也很感到好冷，又下雨。很好。没上班就躲在棉被里面。Milimag iulay 好，很好，谢谢。到了哈，好，你看 ，Sinaw kulumiat 我们写到天气很冷。好 ，Milimag 躲起来 ，iulay 你写ulay哈，应该是ulay吧，不是ulay，iulay 好 ，iulay 那个 r，l 那个 r，iulay 好 ，iulay 棉被好。好 ，olay 变成 olay， 好 ，manaay 就是不想了哈 ，manaay 是不要，前面这个 manaay 不想起床 ，lumuat 很好哈，这我们又学到几个不一样的单字，谢谢玉兰。谢谢。好，再来这个来翠云，好，等他们。Berdoa kutuki kaku arumuas tu safak。我7点钟起床。好，很好。你看他每次念都很有感情呢，哈。Berdoa kutuki kaku arumuas tu safak， 很好哈。好，7点钟起床。好，再下一个，看莲美，好，换你了，其实都。陈莲美，好。Anamai iraku panggil kutuki kaku arumuat tu rafak。好 ，safak， 对，好 ，namai， 好，中文。我早上6点半起床。好，很好 ，namai 6点。Anamai iraku panggil kutuki kaku arumuat tu rafak。safak， 好 ，safak， 好，很好，好，谢谢你，谢谢连美老师。好，再来，好，Sera 吗？ Sera kaku。Sera 还几十个？嗨。
Pitu ai kutuki lumuwastu safak kaku。你写单项不是这样吗？我念下面那一个。哦，下面的还有。哎，下面那一个，因为我上面打错了。好，慢喊滚入中文。我早上7点起床。好，7点Pitu ai kutuki。好，7点钟啊，lumuwas 起床。杜沙发早上我早上7点钟起床。好，谢谢。好了耶，谢谢，很好。好，哎呀，情绪古有安。Kisudo，谢谢。好，古有安情绪来。爸爸正，好了，古有安，你写的那个爸爸正。爸爸之八正，爸爸正读什么？阿力克。好，他这里有写说爸爸正，爸爸之八正，爸爸之八正。好，爸爸正是早上。好，爸爸之八正每早上。好，阿力老师意思是这样哈。好，再来下一个陈威，好，技术多。哎，陈威还是陈威？好，我念好了它。Tumangit ku 古娃娃小孩 ，promuat 杜嘎古啊，杜嘎古哦，他在带小孩哈。Tumangit 古娃娃，小孩在哭，然后呢，鲁木娃是个日，好，改为 l 哈，鲁 l 鲁木娃杜嘎古，那个杜这个要间隔哈，间一个空格，杜嘎古要这样写哈，意思是说，因为他没有这样，他不在哈。好，他的意思我大概是小孩在哭的时候我就起床啊，多忙一古娃娃，小孩在哭，鲁摩杜嘎古我就起床哈。小孩他应该是带他的孩子应该还很小哈，是不是？陈维好，谢谢辛苦了你哈，带小朋友早上小朋友哭了就要起床。好，多忙一种就写到一个多忙一直哭。多忙一只古娃娃，小孩在哭哈。多忙一只古娃娃，好，再下一个梁。Pitu ai kutuki kaku lumuwas tu safak。好，很好，好。lumuwas tu safak。你写safak 好。那么重叠音safak 的话，沙发。那个科不要。好，谢谢。沙发这样子，对，重叠音哈，很好，谢谢你哦。每早晨哈，沙发。好，鲁木哇，好，那个的声音。鲁木哇，哎，的声音是在把那个舌头放在那个牙齿的后面，然后空气从那个舌头旁边出来的声音哈，好，鲁木哇，哦，练习哈，多练习，哎，很好，好，汉娜写了沙发，对他这样写就对，每早晨哈，沙发，好，还有一个记星轰星。好，Namai kutuki kaku lumiwas tu safak。好，鲁木哇，对，起床哈，再一次，鲁木哇，tu safak。对，很好哦，很棒哦。好，中文的意思是，我早上6点起床。很好，这样说哈。Namai kutuki kaku lumuwas tu safak。好，对，早上我6点钟起床。好，很好，谢谢行轰。好，下一个是 Serat Bacilal， 哇，很长呢。好，我练习看看。好，很好，谢谢你。好，
在个番在古福的阿古，阿努杜芒伊古娃娃阿古，马巴拉兹杜福的阿古，马拉里嘎古，扎呼嘎里马爱古杜基阿鲁摩阿杜嘎古。好，中文是。我的睡眠不好，如果我的小孩哭了，我的睡眠就会被打断。常常还没5点钟的时候我就起床了。好，很好，好，我们就把你分析一下。好，在爱个方照古福的阿古，在爱个方照不好，不很好哈，不好。古福的阿古，我的睡眠，好，我的睡眠不好。好，阿努是如果。多忙日子古娃娃，多忙日子小孩在哭，多忙日子哭古娃娃小孩，多忙日子哭好，马巴拉兹就是被马巴拉兹被打断哈，马巴拉兹还是马巴拉兹古福迪阿古，我的睡眠被中断啊，马拉里嘎古扎后。lima ai gu toki 好 mararit gaku 就是常常哈连续不断的意思 mararit gaku 连续不断 zaho ga lima ai gu toki zaho 就是还没有到5点钟 zaho ga lima ai gu toki 好还没5点钟啊 lumuar to gaku 我就起床了好这样的意思哦好谢谢那个斯拉阿吉拉辛苦了呢，当妈妈啊。所以老师这样写是没有问题，那个对啊，文法上是没有问题的吗？没有问题的，你好厉害，可以写咯。写这个就是一些短短的文章哈，很好，你这样写是对的，很棒哦。谢谢老师。好，再来哈，很好。好，小同学可以这样写啊，不是同学啊。各位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好，可以像他这样闽南南好学习写跟说。好，翠云，好，技术多。Anamai ira ko pangkiu ko tuki kako alumuwas to safak。我6点半起床。好，很好，这样也是对哈。Anamai 6点 ，ira ko pangkiu 半6点半。古都记时间，嘎古我啊，鲁木瓦杜拉法早上起床，好，很好，对，这样写对了，好，然后好，应该了哦，好，佑民，应该了哦，好。Namai iraku panggil ku toki kaku arumuar tu rafak， 我6点半起床。6点半起床，哈，很好。大家都很早起床哈，好，这样写对哦。Namai iraku panggil 6点半，我都给时间，gaku alumuar 我起床读拉法早上，好，很好，写得很好，也好，念得也很好，厉害哦，有人在称赞了。好，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下一个了。好，下一个我们就要讲睡觉。好。有看到哈，睡觉马福德读沙沙呀，晚上睡觉。我们这样就一样是讲时间哦，哈，时间不一定是都一样，在几点钟，你可以多写几个不一样的时间，然后让大家来学一写怎么说跟写。好，马福德pina ai kutuki kisu马福德读沙沙呀，pina ai kutuki。马福德给说的沙沙呀，我说你晚上几点钟睡觉？我们讲时间哈，你晚上几点钟睡觉？好，大家写哦。好，你几点钟睡觉？好，像刚刚一样，每一个人写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时间。好，怎么说？好，要怎么写？好。好，他能不能打好？我早上如果是我的话，安诺玛过好，沙包子在古都给嘎个马福德都沙沙呀，沙包子在。
沙包子在古都给，我11点钟，马夫爹读沙沙亚。沙包子，我11点钟睡觉。好，那你呢？你那古都给，记住啊，马夫爹读沙沙亚。好，大家一起写，练习写哈。好，顺便你nanam kita semua练习说，好，说跟写简单的这是我们比较生活的那个对话，每天在做哈，然后就可以每天说。好，好，胆人们，好，跟前面一样哦，几点钟，好，就变成是，后面就要写马夫爹读沙沙亚，晚上睡觉。好，好，苏贤，好，苏贤你先说。はい。Cicai kutuki tu lafi'i mafuti tu saya。我每天晚上半夜1点睡觉。哇，都是这个夜猫子的哈，好辛苦了哈。好，他说好，很好哦。我们这边可以写到，只在古都给1点钟，读拉菲伊半夜哦。马夫爹睡觉，读沙沙呀，每晚上这重叠音哈，每天晚上读沙沙呀。好，这是每天晚上可以这样写。很好，谢谢苏贤。好，新雅，哎呀，写好了呢。好，新雅换你咯。嗨，你说好，念一下。古都给马夫的古沙沙亚嘎古。好，中文。我晚上10点睡觉。哎，好，很好。哇，很早睡哈，小朋友哈。Mu'adab，好，10点，古都给10点钟马夫爹睡觉，杜沙沙亚晚上我好，再这样。Mu'adab古都给马夫爹杜沙沙亚嘎古，好，我晚上10点钟睡觉。好，很好，谢谢新雅。阿赖，你很棒哦。哎，好，翠云来，继续多。Hai. Mu'adab kutuki mafuti tu saya kaku. 好，沙沙亚那边有。saya。好，mu'adab kutuki。你是等一下啊，跳上去了。等一下，好。Mu'adab kutuki mafuti tu saya kaku， 对，很好，写对了。我晚上10点钟睡觉，好，很好，谢谢翠云。好，再来是 Sera， 好 ，Kisuto。Hai， 沙包子在kutuki mafuti tu saya kaku。好，很好，意思是中文。我晚上11点钟睡觉。哦，好，很好，好，写得很好哦。好，也说得很好哈。沙包子在古都给11点钟马夫爹读沙沙亚晚上睡觉，嘎古我晚上11点钟睡觉。好，很好，谢谢舍拉。阿赖星期。好，淑珍，黄淑珍老师吗？然后星期，我的中文还没打完，就做3个字，手按太快了哈。Dulu kutuki mafuti tu safaku wa aku， 我儿子早上3点才睡觉。哇，很用功呢哈，我的。他上夜班。我以为他很用功读书，3点钟睡觉，上夜班还很好，谢谢老师，谢谢你，淑珍老师。好，读录古都给3点钟马夫爹睡觉，读沙发已经早上了嘛哈，3点哦，读沙发，古娃娃阿古，我的小孩娃娃阿古，好，今天第一次出现我的小孩娃娃阿古，好，我的小孩
我的小孩是早上3点钟睡觉，原来是他上夜班哈。好，谢谢淑珍老师。好，季星峰，请峰。乃好先生，乃好。我在伊拉古邦久古杜基马夫蒂嘎古杜沙亚。好，再念一次，来。沙包自在。我在伊拉古邦久古杜基马夫蒂嘎古杜沙亚。好多念几次就会熟练了哈。沙包自在可以先说哈，沙包自在。然后呢，伊拉古邦久。伊拉古邦久，古杜基，好，马夫蒂嘎古杜沙亚。好，沙亚那边后面那个多了一个科，好，不要科，沙亚。好，你写沙亚，好，那个科不要哈，好，很好哦。好，科不要。好，1点钟睡觉，好，很好，很好，好。好，去Falios。来，沙包自在伊拉古邦久，安诺扎沙包杜萨古杜基嘎古阿马夫德杜拉亚。好，中文。我晚上11点半或12点睡觉。好，现在他有加一个或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他加了一个阿努尔扎中间哈，或者哈阿努尔扎。好，他说沙包只在伊拉古邦久11点半，阿努尔扎或者沙包杜萨12点钟，沙包杜萨古杜基12点钟。好，我们今天多了一个阿努尔扎或者，好，可以写到这一句。好，谢谢那个法利斯哈，阿努尔扎好或者好，沙包杜萨古杜基嘎古马夫德杜沙亚。我晚上11点半或12点睡觉。好，谢谢法利斯。谢谢老师。好，伊米其实都嗨，沙贝古风哦，多拉菲伊嘎古，我半夜精神很好。好，精神很好。好，沙贝古风哦，头脑清醒。头脑清醒，要做沙贝吗？想一下，沙贝，应该是说，精神很好，精神很好。沙贝是我们要说沙贝是很凉爽哦，还就是风吹那个感觉，沙贝古风哦，被风吹那种凉快，沙贝。那要说精神很好的话，应该要说。放照顾，应该不能这样说。放照我顾都不想睡觉嘛，精神很好。我顾发福地安努嘛顾我没有福地。我顾发福地安也可以。安对，睡觉的想法我爱过发福地安努马古杜拉菲伊，好这样说。谢谢。好，我过发福地安杜拉菲伊，好，半夜一点想睡，一点都不想睡的意思。我过发福地安，好，可以这样说哈。上面是凉的意思，不知道呢，有没有别的说法？头很凉。对啊，都很凉啊。头很清醒。很清醒。好，一点睡意都没有，要这样说。好，不对，安。好，再来连梅了。好，连梅。好，你说到。沙发自在伊拉古板久古杜基马夫蒂嘎古杜沙亚。好，意思是，我11点半睡觉。好，沙包杂在，我们是什么？沙包杂在伊拉古板久。好，对，马夫蒂嘎古杜沙亚。好，自在，我们写自在，不是杂在。自在，沙包自在。好，11，好，
伊拉古邦九，好，11点半。好，这个沙包子再稍微改一下，知道哈？不是打字啦。好，很好，谢谢你。其他都可以，11点半钟睡觉。好，谢谢。好，几连美好了，好，再来梁，好，Tusai polo itrako tusako toki kako mafuti tu tataya。好，中文是我晚上12点睡觉。好，12点。好，下面好。我下面那句就是改成每天晚上是。mo tepai to toki kako mafuti tu tata saya。好，saya 才对。好，对，在这。哎，对，每晚上，好，那个有一个数字，前面那个你写12点钟啊。都是你写都是爱不沙，它是拼对了。好，那个12点钟，我们要说沙包杜萨。沙包杜萨。好，是杜萨埃博洛是20哦。博洛是10，所以我们不能写博洛。好，12，我们要说沙包杜萨。好，你看一下前面，他们都有写沙包只在那个沙包。好，杜萨是12哦。好，沙包杜萨。好，因为你写沙包博洛杜萨埃博洛伊拉古杜萨古杜基嘎古马夫迭杜沙沙亚。好，只有那个好时间稍微改一下哈。沙包杜萨。好，下一个是穆德拜古杜基嘎古马夫迭杜沙沙亚，这是对的。好，很好。好，先睡觉。哎，好，很好，谢谢。好，然后好卡萨子，卡萨子。Anamai kutuki tu safak mafuti kaku。我早上6点睡觉。那么晚，3夜班了。3夜班了。日夜颠倒。日夜颠倒啊！哇，你的工作是日夜晚上上。对。所以早上睡觉哈。好。对。也会了哈。所以 Anamai kutuki tu safak 早上6点钟 mafuti kaku 我睡觉。好，很好，写得很好，也念得很好。好，我看一下，还有好 enjoy 好 kisudo enjoy 谈有好 kisudo 有 mafuti kuwawa ako mafuti kako。mau tepai iraku pangkyu kutuki Cina mafuti tu saya。好，很好，中文。没有小孩睡觉我就睡。对。他每天晚上10点半睡觉。对，每天好，很好哈，很好。他已经写成那个有马夫爹古娃娃阿姑，有当好马夫爹睡觉，古娃娃阿姑我的小孩，当我的小孩睡觉。马夫爹嘎古我就睡觉。好，马夫爹嘎古很好。穆德拜伊拉古班九10点半。古多基金拉他是指他的小孩马夫爹他10点半就睡觉。都沙呀，每天晚上。哇，很好呢。小孩子睡觉你就睡觉，10点半就睡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小孩子10点半睡觉，他也就睡觉。所以他每天10点半，每晚上10点半就睡觉。马来好，你就对吗？好，这样解释对吗？还好，麻烦那这个说明对了呢。你很会写哦，好，很会写，好，写对了，好。好的，谢谢。好，很好，好，再来，只在对，连美对，只在很好，好，怡婷，好，技术多，怡婷来，等他们。怡婷，
一婷阿外好，那我念他的哈。杜萨埃古杜吉是2点钟，杜拉菲伊半夜了哈，1、2点都是半夜。好，马夫迭嘎古我睡觉，半夜2点钟我睡觉。那乃巴拉日，那乃是希望，巴拉日是常常，嘎古米萨拉玛读电脑，玩电脑那乃巴拉日嘎古米萨拉玛读电脑。好，那个谁，Injo 不是怡婷哦，他说杜萨埃古都给杜拉菲伊马夫迭，我半夜2点钟睡觉。那乃希望巴拉日是联系或是常常，我常常怎么样？米萨拉玛读电脑玩电脑，哇，这样影响睡眠哦哈。米萨拉玛读电脑玩电脑哦。好，这是他写的了哈，但是他应该也说是写的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哈。好，依婷，好，你写对了，好，你写对了，好，很好。好，再来婉倩。好。Safaw zai ilago bangkio go toki kako amafutie to sasaya nika ano kumaan kako to kafi zai kanga ai kako amafutie。好，中文。我晚上11点半睡觉，但是如果我有喝咖啡，我就不好睡了。跟我一样，我也是不能喝咖啡的人。好，Safaw zai ilago bangkio 11点半。11点半马夫迭都嘎咕都来，我晚上11点半就睡觉。尼嘎，他写尼嘎，但是尼嘎就是但是。阿努如果古马恩吃或是喝因为咖啡嘛，我们就用喝。我喝咖啡，古马恩嘎咕都咖啡。好，我喝咖啡。好，在爱讲爱不很好的意思，在爱。爱是好，在爱讲爱，那个爱第二个要有咽喉音哈，爱加一个咽喉音，嘎咕马夫迭我就睡不好这样子对写得很好哈，也表达得很好，他的很会写呢。好，就爱要加一个咽喉音。好，谢谢那个婉倩。好，姐Serak Pacilar， 好，Serak Pacilar besok tuh。Matukatu kaku anini nika ulila tahu kafutie kuwawa aku tanga sa Safaw zai kutoki mafutie tu sasaya jingla。好，中文。我现在就很想睡觉了，但是我的小孩还不想睡，到11点他才要睡觉。哇，真是恼人哦。好，谢谢，很好哦，我再念一次哈。他念得很好哈，马杜卡杜就是打瞌睡想睡的意思哈。马杜卡杜杜卡古安尼尼，好，安尼尼是今天，伊马蒂尼是最好，表达说现在了哈。马杜卡杜杜卡古伊马蒂尼，安尼尼个伊马蒂尼现在，我现在已经打瞌睡了，想睡觉了。你高丽啦，但是。然后嘎夫爹古娃娃阿姑，我的小孩，然后还没睡觉，谁娃娃阿姑，我的小孩还没睡。当阿萨Safaw zai，当阿萨是到了，到Safaw zai古都给到11点马夫爹睡觉都sasaya jingla他他说直到11点钟他才睡觉。很会很会表达这写得很好呢。Serak Pacilar你很会写。谢谢老师。好，很好，写得很好，很会呢，很会表达。好，很好，加油哈。嘎哼，好是个哼，还有个哼。应用，应用。马上你再讲禁用啊。好，俊勇，好，你念一次。俊勇。在爱卡夫蒂古波西阿古杜拉菲伊。好，
中的文猫半夜不睡觉，我的猫半夜不睡觉，很吵哦。好，在爱嘎夫店不睡觉，不是哈，不是是猫哈，不是哦。你看，我们就有很多词汇可以写。好，不是猫阿姑，我的猫不是阿姑。都拉菲伊半夜半夜晚上拉菲伊都不睡觉，在爱嘎夫店不是阿姑都拉菲伊，好，很好。我的猫半夜都不睡觉。这样子写是对的吗？对，都对，很好，拉菲伊。谢谢。好，谢谢你。好，斯拉斯拉再给你拍拍手了。哦，好，这样子写哈，很像大家写得很热络哈。也讲得很热络，对这个题目，所以我们可以写了几句哈。早上沙发，然后呢，早餐maranam，好，中餐马拉霍，晚餐马拉菲，还有起床lumur do沙发，然后呢晚上睡觉。好，今天刚好一整天的那个时间今天都用上了哈。还只差了一个要去哪里，还有上班啊什么没有讲到，那个时间也差不多，现在57分了哈。马夫爹都沙沙呀，晚上睡觉。好，今天大家反应很热络，大家都也表现得很好哈。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样上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一下？你今天晚上这样。我们这样写可以？你觉得还是需要怎么样会更好？伊拉果，你愿意说的吗？好，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初级的绘画练习哈，那说话是很重要。我们常有时候想要说不出来，那个字在口里面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常常说，常常讲，自然而然这个话语就从我们的口里面说出来，好像今天这样子说了又说，好，写了又写，很像大家越来越后面写得很好，而甚至有的人像那个那个谁呀，写斯拉巴奇拉，你看他可以写得很好，好描述他小孩睡觉啊，或是怎么样都可以写，好，慢慢的写，还有晚倩可以写得很多，好。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标了哈。我们不管说或是写，从简单开始，然后慢慢增加你的智慧，还有词汇，然后再不断的练习跟说。我相信我们有一天可以很流利的来说主语，而且可以写一篇很好的文章哦。好，像那个可以慢慢写，好，写出你的一篇，先写短短的文章也好。然后像可以表达你现在的心情也好，都可以，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方法哈。好，我们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好，然后好，我再顺便讲一下，因为还有时间嘛哈。说到数字，好，我们刚刚有讲说，有人会写说20，不对，12，比如说12点，我们就说沙发杜萨，对不对？好，会有人写杜萨波罗伊拉古杜萨这样，好，我们不是这样说哈。从11开始到19，我们都说沙发只在，好，一直到沙发洗瓦，好，沙发洗瓦，沙发只在沙发。那有的地方是只在伊拉古沙发，好，11哦。杜萨伊拉库沙发也是11跟12，说法不一样，但是一样是沙发。好，按你自己的部落习惯怎么说，你就这样写。好，我们是这样写哦。好，那很好哈。好，然后沙苏尔，好，部落穆德伊拉库自在，好，穆德伊拉库自在。哦，11你们是这样写哦，完全。11啊，穆德伊拉古自在这样哦。哦，好，所以说部落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学习哈。所以当他说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他错了哦。啊，穆德伊拉古自在11，我有听过那个有人这样子写，
但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的部落是撒包只在撒包，还按两项只在伊拉库撒包，只在伊拉库撒包是11。好，那你们用部落是的，那个婉倩，你们的部落是哪里？恒春的哦，还是恒春的哈。好，谢谢呢。好，现在我知道了。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婉倩是那个